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美麗華旅遊特輯，我係 Jerry 陳國希啊！一嚟到4、5月，好多朋友都會想喺一連串嘅紅日入邊揀翻個假期去旅行。如果想近近地揾個地方，其實去日本睇櫻花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㗎。但係日本有咁多個賞櫻勝地，到底邊一個先至係最佳選擇呢？如果大家冇咩頭緒嘅話，都不妨可以考慮下日本東京睇櫻花。日文花見即係指觀賞櫻花咁解。冬去春來，漫天櫻花盛放嘅場面真係醉人心動啊！可惜開花嘅時間一瞬即逝，所以日本人對呢個浪漫時刻都珍而重之㗎。每年日本嘅櫻花都會由最南邊嘅沖繩率先盛放，跟住就慢慢向北推進，開到4、5月左右就會輪到最北邊嘅北海道啦。至於今次要介紹嘅東京，一般嚟講都會喺大概4月嘅期間開始櫻花處處嘅。東京雖然係個商業城市，但係喺呢個石屎森林入面，其實都有唔少充滿特色嘅花見勝地㗎。千鳥淵係東京其中一個最出名嘅賞櫻勝地，圍繞住湖邊嘅櫻花樹，足足有成600幾棵咁多啊！真係睇成日都睇唔晒啊！而提到千鳥淵，當然要講下佢最出名嘅夜櫻啦。顧名思義，夜櫻就係指喺夜晚欣賞櫻花，鋪天蓋地嘅櫻花配襯住精心安排嘅射燈，五光十色，璀璨奪目。再同埋自己嘅另一半慢慢撐住艇喺湖上賞櫻，真係有幾浪漫得幾浪漫啊！井之頭公園同千鳥淵一樣，大部分嘅櫻花樹都係圍住湖邊生長，所以有唔少朋友都會選擇喺水上賞櫻。藍色嘅湖水配襯住粉紅色嘅櫻花，拼湊出嚟嘅美的和諧真係靚到你唔信啊！如果唔想撐艇嘅話，換個角度沿住湖邊嘅櫻花小路散步，同樣可以睇到綿綿頭上櫻花。唔講你唔知，上野恩賜公園之所以有恩賜呢2個字，全因為呢個公園係由日本天皇送俾大家㗎。響以前，賞櫻係皇室人員又或者係大將軍先可以做嘅活動，平民百姓根本就冇機會睇到咁靚嘅櫻花。有見及此，日本天皇就將呢個御用賞櫻公園開放俾大家，等到人人都可以感受一下咁燦爛嘅花見時刻啊！新宿御苑最特別嘅地方就係種咗非常之多嘅染井吉野櫻，呢一種櫻花初開嘅時候係粉紅色，去到最後就會漸漸變成白色。大批嘅櫻花中環交錯，紅白相間，加上淡淡嘅花香喺整個地方四周圍飄散住，令到新宿御苑成為近年炙手可熱嘅賞櫻勝地。咁靚嘅花見場面啊，齋睇畫面又點會夠喉啊？不過大家出發睇櫻花之前，記住做足事前準備功夫啊！同上年嘅天氣做比較，舊年東京2月嘅平均溫度係21度，今年就徘徊喺11度左右，足足相差成4至10度咁多啊！估計今年東京嘅櫻花將會比舊年遲開5至10日，而今年東京嘅遇上開花日就係3月27號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呢一個黃金機會啊！想同我哋一齊置身呢個花花世界入面，記住快啲參加我哋嘅團隊啦！